综合国小因为校地较大，太阳能板会当放伫教室的厝尾顶，连户外球场嘛会当，除了增加业者投资的意愿，甚至进一步替学校起棒球打球场。原本一座球场加太阳能板需要1000万，不过学校只负担300万，其他则由业者对20档的卖电金额扣除，加上工业使用，创造得赢。其中黄美特离合嘛专攻教场会刊，呈现历年的成果。启动，上路，让我们扶正展绿灯，旭日耀星光，让我们看到前方的澳门的空拍机。来看看我们崇义国小的光电球场以及教室的屋顶的光电设置哦。其实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什么叫成功的案例？每年可以发200万度的电，然后学校每年可以获得40万以上的回馈金。然后呢，建制这些风雨球场花了多少钱？是0元，学校免出资，可以获得40万。然后呢，对于整个社会的公益，它可以发200万度的电，提供507户的住家，570户的住家用电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其实是创造多赢，学校也赢，然后政府也赢，这个企业商人也赢，然后整个社会的公益也赢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发了200万度电，可以提供，这些都是绿电，可以提供给这个社会上使用哈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正面的效果。那未来这样的一个合作，双赢甚至3赢、4赢的这个合作模式，我们希望说在台南市，只要有条件适合的学校或是机构，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推动。市长进一步表示，只要有条件适合的学校加机构，市府拢愿意全力推动落实新能源政策，同时让学生运动唔免风吹日晒，嘛是一种真好的能源教育。台南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过的。